小朋友睡前故事。Hello， 各位小夢想家，歡迎嚟到小朋友睡前故事。我哋好快就開始今晚嘅故事啦。不過開始之前，記住 follow 同撳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故事啦。你哋嘅支持好重要㗎。如果鍾意呢個節目，就俾我哋5粒星星啦。同時，你仲可以 follow 我哋嘅小紅書小朋友睡前故事。今晚嘅故事係關於接納㗎。快啲攬住你最鍾意嘅公仔，等我把聲帶你進入夢想成真嘅世界。你準備好去冒險未啊？豎起耳仔，放鬆啲，我哋開始啦。Clara 嘅眼鏡。曾經喺一個海邊靚靚小鎮，有個女仔叫 Clara。Clara 好鍾意喺海邊跑步、睇故事書同寫冒險故仔。但有一日，所有嘢都變咗。佢開始發覺啲樹同花睇落嚟蒙查查，佢最鍾意嘅故事書入邊啲字，好似一班亂咗舞步嘅字母咁混埋一齊。去完驗眼師度之後，Clara 帶住副眼鏡返屋企。副眼鏡幾靚，係佢最鍾意嘅粉紅色，但佢個心有啲唔同樣，對住眼上面呢樣嘢，硬係覺得唔自在。第二日，帶住副眼鏡，Clara 返學。當佢一入教室，突然間成班靜晒，個個都望實佢。喂，睇下 Clara， 佢戴眼鏡啊！其中一個大嗌，惹到成班笑晒。Clara 塊面即刻紅到紅番茄咁，佢好想匿埋喺書台底，直接消失。小息嗰陣，關於佢副眼鏡嘅笑話繼續，有幾個細路叫佢四眼妹，其他就叫佢用副眼鏡預測未來，好似當咗佢副眼鏡係水晶球咁。Clara 試住同佢哋一齊笑，但係個心入面其實好難過。佢好懷念以前唔使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時嘅感覺。當 Clara 獨自坐喺操場棵樹蔭底下睇緊佢最鍾意嗰本書嘅時候，佢班上有個叫 Nico 嘅男仔行咗過嚟。喂 Clara， 我可唔可以坐喺你隔籬？Nico 帶住笑容問。得啊。Clara 有啲意外咁應咗聲。Nico 望住 Clara 話：你副眼鏡好正喎，係咪有魔法㗎？唔係啦，淨係幫到我睇清楚啲嘢咋。Clara 應佢，把聲精神返少少。咦，我都有戴牙箍喎。Nico 俾佢睇自己排銀色牙仔。當時我都覺得好怪，班細路又笑我，話我成個機器人咁。不過你知唔知啊？我最鍾意機器人㗎，所以我明白，想有排靚牙就要暫時做下部機器人啦。Clara 好專心咁聽住，俾 Nico 正面接納自己嘅態度啟發到，但係始終都係為咗班同學笑佢而覺得有啲傷心。係啊 Nico， 但係我真係唔鍾意戴眼鏡嘛。Clara 坦白講。咁你鍾意啲咩啊 Clara？Nico 問佢。我鍾意畫畫，睇冒險故仔，仲開始寫緊故事添。你知唔知？後尾對眼睇得唔清楚，就要戴呢副醜怪眼鏡。點解唔寫埋落去啊？Nico 鼓勵佢繼續講。呢條問題令 Clara 沉思咗一陣。我唔知喎，我諗我可以試下，
但係而家戴住副眼鏡，感覺唔同晒。Clara 把聲有啲黯然。如果我話你知，你副眼鏡可以幫你完成個故事呢？Nico 對眼閃過一絲興奮。你戴住眼鏡睇得清楚啲㗎嘛？對眼冇咁容易攰，自然會諗到更多好橋啦。仲有啊，嗰幾日就係文化周，阿 Sir 叫我哋作個故仔，你記唔記得？Nico 嘅說話好似盞燈咁照亮咗 Clara 塊面。係喎，話唔掂，我真係可以寫完佢。Clara 雀躍咁叫出聲。冇錯，Nico 同樣好雀躍咁話，等我做你嘅終身冒險夥伴，做部勇氣機器人幫你完成任務。兩個細路忍唔住哈哈笑到碌地。幾日過去，文化周終於嚟到。Clara 日日夜夜都喺度寫佢嘅故仔，每寫多隻字，佢就更加有信心。佢將個故仔命名為《魔法眼鏡之謎》。就到佢哋上台嗰陣，Clara 對手有啲震，係咪好緊張啊？Nico 細聲問。有少少，Clara 承認，不過都幾興奮。輪到佢啦，Clara 行到黑板面前，望咗眼班同學，扶一扶副眼鏡就開始讀。佢嘅故事係講一個勇敢女仔同佢個機器人朋友，靠住一副會顯示線索嘅魔法眼鏡去尋寶嘅冒險經歷。讀到一半，課室後面有個女仔突然間大聲笑話佢副眼鏡。成間課室即刻靜咗落嚟。Clara 停咗落嚟，個心吸咗一吸，但係佢都未反應過嚟，老師就已經好嚴肅咁出聲，簡直離晒大譜。老師好怒氣咁喝止，而家即刻同 Clara 道歉。由今日開始，你每日放學後要同我洗廁所洗足1個禮拜，等你知道咩叫尊重。個女仔成面通紅咁應咗聲，細細聲同 Clara 講咗對唔住。老師跟住溫柔示意 Clara 繼續。Clara 心存感激咁點點頭，拎起篇故事繼續讀。成班而家鴉雀無聲，個個都專心咁聽住。讀完之後，成間課室爆出熱烈掌聲。Clara 望住 Nico，佢好自豪咁眨咗下眼。全教佢，Clara 終於識得接納自己。由嗰日開始，Clara 再唔會因為戴眼鏡而覺得孤獨或者異類。佢明白副眼鏡並唔係乜嘢羞恥嘅標誌，反而係幫佢繼續寫出奇幻故事嘅法寶。就咁樣，Clara 同 Nico 戴住特別眼鏡嘅女仔同機器人男仔展開咗更多冒險，探索新世界，證明真正嘅魔法在於接納最真實嘅自己。而每個人嘅獨特性，先至係令我哋與眾不同嘅珍貴特質。乜嘢係接納？想象世界係一間巨大雪糕店，裏面有齊你可以想象到嘅所有口味：朱古力、雲呢拿、草莓、檸檬，每種口味都獨一無二，而且各有各嘅好味。接納就係鍾意同欣賞令你與眾不同嘅特質。有人好識畫畫，有人把聲好似天使咁靚，有人跑得特別快，亦有人成日逗到人哋哈哈笑。記住，就好似雪糕店要有齊所有口味先算完整一樣，呢個世界需要各種各樣嘅人，先可以成為一個更加繽紛快樂嘅世界。所以下次當你諗起自己嘅時候，要記住你喺呢間叫做世界嘅大雪糕店裏面獨一無二嘅口味，呢樣嘢真係好美妙㗎。好啦，各位小夢想家，
今晚小朋友睡前故事就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中意呢個奇妙旅程，而家可以放鬆心情，準備發個開心冒險夢啦。早唞啦，細路哥，我哋下個故事再見，甜夢啊！